各位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念咪，来读这个《龙德山》。《龙德山》是陈王伯先生的作品，在讲台湾头一位女医师，因为台湾头一位女医师算是安怎讲，正做一个真重要人物。虽讲讲最后的最后，伊是伫咧加拿大过完伊一生最后的旅途，毋过对台湾的影响嘛是有真大的。咱就继续来甲读落去，看今仔日会使甲最后这10几啊甲读完无？好，然后我看卖啊，阁有3个，因为我伫咧迄个 YouTube 开一个直播，主要是伫咧 Clubhouse 主要只可能就是安怎讲，有一寡信息，因为伊好，我打这边这个，我咧读陈王伯先生所写这个中文小说，读到台语的时阵，有一寡字词毋知捌，就爱去找字词在哪里，所以咱就来。其实我的网络是毋是无讲介顺势，还是伊的无讲介好势？好啦。看运气啦，对，安心自在，自由自在。伊即个小说3大本啦，伊毋是《龙德山》3部曲是平凡的，就是第一部伫咧第一本的外传就已经甲伊处理了去啊，就变第2部曲啦。第2部曲可能就是较主要的内容，所以第2部曲就是德龙总共只100页，较无100页吧，好啦，100页左右啊，所以德的部分即马已经500-600页啊，继续来甲读落去。就你是听关马西讲才来是无？吼，因为林仲秋真无力对雅信安尼讲，因为雅信去找林仲秋嘛，甲即个友去找伊嘛。雅信看林仲秋迄种白苍苍，又阁无肉的面，点点仔顶头。我较早就甲伊讲几啊摆啊，拜托伊请你来，但是伊毋肯啊。即回等到我病到要死啊，伊也感觉若无叫你来，我就看你袂着啊。伊才肯去甲你讲，请你来。雅信找无话通好应，就回头去看窗仔外迄个节目的回复，问我啦。大吐一口气，才阁洗过头来林仲秋，雄雄安尼讲。恁某敢定定无伫厝里？讲到伊吼，林仲秋就真看袂起，伫咧讲，本正就袂下，不三时就查某囝带咧，做伊转去台南的外家厝。即马我破即款病，阁会话人。伊就阁较有理由伊就阁较有理由惊住伫即间厝，转去台南一个大就1个半日，若转来就毋敢来我即间甲我探头一下，惊去互我挖着落屎症，大着无几日又阁转去因台南。厝里敢在有即位乌巴桑甲我煮饭，阁甲我换药啊！若毋是伊哦，我早就翘去啊！莫阁提起迄个有钱人查某啦，雅信就阁点去啊！伊发现林仲秋真固执，咧甲赢，袂输是想要用眼光甲伊疼食落目相款。伊的喙齿筋夹真难，喙角阁有一寡毋甘愿的表情。雅信闪开伊的眼神，甲头垂落来，才阁点仔洗头去看外面的花园。雅信姊啊，我心内是实在足不愿的啦。
为怎你当初无爱答应我的婚事啦？你若答应我今仔日嘛无必要变到即款程度啊！林中秋安尼讲，啥物人叫咱共姓啊？雅信安尼讲，回头过来了解咱林中秋，伊个头垂落去，看榻榻米的边缘啊，这拢是提示啦。其实世界上结婚共姓的侪咯，而且这拢是对老爸生的缘故啊。自较早以来，咱若缀老母姓，我问你咧，咱敢阁会共姓啊？林中秋真着急伫咧讲，若是无话通应，只好继续点点，毋敢阁举头看林中秋。甚至啊，林中秋忽然间换一种，但是我等下讲，这深深喘息哦，这应该这个深深喘息应该是吐气啦。伊头目睭开咧，放开困下了后，最后才慢慢啊目睭褪开。毋紧，伊挽一蕊出一支手，甲伊合掌的双手压咧，佮伸出另外一支手，去扫伊迄乌闪闪的头鬃，然后手就放开摕转去，看天棚的一拍白苍苍的顶，忍袂牢就低声喊出口条啊！三更半暝天落雨，哎哟喂！独单身郁闷心悲酸，哎哟喂！困到暝尾冷叽叽，哎哟喂！满腹忧愁无理解，哎哟喂！林中秋喊咧喊咧，不知不觉就目屎干目球，伊就无继续喊歌，煞开始哭着。雅信按身躯摕出手巾仔，替林中秋拭目屎，温柔啊对伊讲，毋通搁哭啊。但是林中秋煞无要听伊苦劝，袂输若无听见伊的话上款，继续看头壳顶的孤顶，自言自语伫咧讲啦。我细汉的时阵也捌哭过，而且是定定哭，但是迄是真久以前的代志啊。我即马已经拢袂记得啦。自从我大汉去日本读册了后，我就毋捌搁哭啊。独敢若哭过一遍，就是迄遍乡会的时阵，有同乐节目的时阵，伫咧唱口条啊，忽然间就想起阮阿母煞哭出来。这话讲煞，林中秋就忍袂牢，就哭出声。过一困啊，就洗头来看雅信，继续讲落去。雅信姊啊，你敢知？我定着咧想，为怎样恁查某人较袂得到心理病咧？就是恁查某人若心闷，就甲伊哭咧，自然就较袂破病。无亲像阮查甫人，若心闷无地哭，也毋敢哭，将一寡忧愁放伫咧心肝底，才四界去啉酒，想要解忧愁。结果忧愁解袂去，却颠倒治着遮尔伤重的病啦。雅信姊啊，我真久无哭，我真想要大哭一下，你着互我好好哭一下。这话讲完，林中秋又要带着哭声含目屎继续唱落去，目屎流入心腹内啊！哎哟喂，身躯硬叫困袂去，哎哟喂，心肝若像缀石头，哎哟喂，不时哀怨在心内，哎哟喂！一个日了后，林中秋死啊！在这个期间，雅信因为身份的关系，毋敢阁去看伊。但是伊煞以医生的名义，派友去逐工去甲伊看护，替伊配药啊，为伊疗理，一直到伊克目为止。出山迄一日，林行珍风尘仆仆，按台中赶来台北，为林中秋设堂致祭。林家的人以及林中秋的亲戚朋友，就拢来灵堂，甲念香致敬。雅信和友去也插伫咧致敬的人群当中。雅信差不多是最后一个致敬，
等所有的人拢祭拜完，伊才点点啊行去到林中秋的灵前，替伊念香致敬。当伊鞠躬抬头起来时阵，却看到林中秋迄个缘投的异象，伊阁忍袂了，想去东京环游会时，因头一摆烧长头的情景。林中秋迄个口条的凄惨悲哀的声音，又阁点点啊伫耳孔边响起。等伊退出来灵堂，伊也已经目屎干目流了。第5节，这是第5节线。第6节，因为伫咧台北病院工作过劳，又阁加上网架的涂炭烟污染伤过严重，眼前的虾牛病又阁压起来，时不时就按病院请假转来休养。即摆病势真美，来势汹汹。活着的奥斯。先个对咯，好，实在是吼真害，手个伤大机就去回着安尼。来势汹汹。应该是支持吧。气势真美，还是啥？但过伊哪会用这字？怪怪。对啊，伊用这字怪怪，来势汹汹。无，好啦，即个病势真凶，一旦发作，哪是就强要袂喘气死去。大概拢甲柯秀英惊甲魂不附体吼，惊甲袂动的。而且有当啊真正黑骨病嘛，真正真麻烦。魂不附体。魂不附体。这个词汇。心不附体，心魂不附体，魂不附体。有体无魂，所以柯秀英惊甲有体无魂，这 OK 啦，会使接受。有体无魂，爸母听囝长老是伊。魂飞魄散，心魂飞去，
12条新魂飞过去，啊，讲12条新魂嘛，这个好啦，3魂7魄，3魂7魄飞了了，拢甲秀英惊甲3魂7魄就要飞了了，母甲规家口啊是袂当安宁，家欠不宁，这哪家欠不宁有当阵啊嘛是一个。家欠不宁，家欠不宁，家欠不宁。人掠厝贴，鸡仔鸟仔掠到无半只，哦，做家欠不宁诶。人掠厝贴，鸡仔鸟仔应该是，我讲应该是走到无半只啦。因为咧掠人咧掠厝，遐鸡仔鸟仔哪有可能搁掂伫遐？所以我感觉头摆听到是感觉啊，人掠厝贴，啊鸡仔鸟仔搁要掠到无半只，应该是袂啊。就甲迄个笑话相款啊，电火亭诶电线顶讲10只鸟啊，你拍一只落来剩几只？你其他惊了了去啊！你当然话先囡仔讲，10只万灾，一只拍落来，剩咧9只惊一个袂啉袂当，迄嘛毋是袂使啦。就是理路上来讲，应该是拢会惊甲飞去才对。所以家欠不宁，人掠厝贴。鸡仔鸟仔走到无半只，我感觉应该是安尼较合理啦，对吧？你袂先去掠，袂掠鸡仔一定是先挥别掉，就是开始疼厝。你开始掠人鸡仔鸟拢走了去啊，哪有可能掂伫遐记在你掠？所以当然有当阵迄种用之用词的合理性是爱搁苛刻过。好啦，母甲规家口安尼袂掂真。特别是即个病又搁定伫半暝发作，所以柯秀英就特不时也爱半暝爬起来照顾雅信。若准讲敢若一两摆也搁无所谓。啊，若规年通天拢安尼，总算讲互柯秀英失去耐性，有一天忍袂了，就对雅信讲：忍无可忍，忍无可忍。忍无可忍，忍无可忍。水饮到片袂润得啦，水饮到片袂润得啦，忍无可忍。忍无可忍，无法度搁吞忍啊！无法度搁吞忍啊！要甲伊拼啊对啊，我会搁忍啊！因为即几早一首歌，一开始就是唱讲忍，叫人来忍，讲讲软弱激起。塞人了，人若激情挑衅，忍到做袂到，忍到袂做，忍到袂做，已经真崩了，制止袂了啊！我想你好嫁翁啊啦，俗语话就咧讲啦，嫁了翁百鼻空啦。而且我年纪遮尔大，无法度通照顾你一世人。恁人甲你共眠床困，共领裤穿，照都通照顾你一世人啊！安尼你黑白讲，我读过医学哪会毋知影？我这下牛病根本就是
气管收缩，一时无材料喘气延故，甲隔氧一点仔关系都无啊！而且我才拄开始做啊，还无想要嫁啦。我是安尼讲，啥物？你还无想要嫁？啊，你几岁啊？25啊外呢？我了做是14、15岁啊查某囡仔，啊，我了做是14、15岁啊查某囡仔下呢。想起阮迄当时啊，17岁嫁互恁老爸送定，19岁就嫁伊。你即个年纪哦，你甲恁小妹早就孵出来啊，哪有通亲像你？别人着你要做马，你还阁无想要嫁，要留你做高步性。高秀英气喘喘伫咧讲，愠怒，我咧讲，这当然我直接一个迄个语感就是气喘喘，啊伊写啥？我咧讲迄个用啊足文雅，迄个什么愠怒啊，是啥物货啊？迄字我嘛袂晓读，我嘛袂晓读。这。哦，啥年代这个气痛论，迄敢若是啊，当然啦，忍无可忍嘛是，嘛才有做气痛论嘛，算是啦。那什么张哦，柯秀英安尼伫咧张，那个张敢若是属于下对上的啊。也搁咧张咧，迄是囡仔无才调，毋知嘛咧张。定去，生气受大，生气受大，这我真正毋知生气受大，演未收的生气受大，定去。定型，腹肚诶，可能气痛论，我感觉较无，张嘛无是，可能即个规腹肚血伫咧讲，伊论真久啊，所以一困扰。啥物你要想要叫我一困扰讲咧？哦，这100-200字哦！啊娘，只是不比你当时啊，时代无相款啊。我若有机会，我会嫁啦。你做你免烦恼，我逐暝袂困伫啦。若毋是互你下骨吵起来，就是想讲你还袂嫁，就是想讲你还袂嫁人。真正是，朋友听亚长老是安尼。柯秀英就拿土开，万叹吧，叹息这。叹息当然是一个算喘气，啊，毋过即个叹息是敢若个人哪吐气，个人哪迄个啥，无打外晓。伊真正是，莫讲大人，你讲18岁、13、14岁，迄个时阵囡仔就无一定会听大人的话啊，更何况即个时阵吐气。吐气伫咧讲，喘大气，喘一个大气，喘一个大气。喘气，叹息，吐大气，吐一个气，喘一个气。所以喘息、叹息应该是无相款。叹息是吐一个气。啊，拄则喘息诶，伊拄仔林中秋诶，喘息、叹息，敢若差不多咧。喘息是下句，
叹息、喘息、喘息、皮皮喘、皮皮喘、喘大气。所以喘大气、挺喘、喘气、喘息、叹息，应该是无啥共款。然后喘气、吐气、吐一口气，这应该嘛是无啥相款的啊。就敢若迄个啥，中文的尾调甲台语的尾调是无一定相款的啦，真差。所以中文的喘息，有当时是要哮喘，有当时是要类似那黑句安尼啊。所以迄个语境是无相款的。真正是爱看顶个文章，我就知影讲伊到底是小歇一下是安怎安尼。眼神下久病总是袂长紧，所以考试有一工会使看伊，佮喘甲诚辛苦，就向伊提议讲：信啊，你家己是医生，但是无一定会得医家己的病啊。俗语话伫咧讲啦，医生缘主人福啊。顶回你的下久病就互暂时是医好啊，不如即马过来去互伊看卖。我甲你同地去啊，你想安怎？暂时是。敢是尖尾水先生啊？听关马西伫咧讲，伊敢毋是互人掠去关啊？哪是真着惊伫咧问？哎哟，伊早就关出来啊！有听伊讲哦，伊的患者愈来愈多，伊的人气实在是伤好啊！喏，行啦，要来去复看着趁早。柯秀英就真坚决伫咧讲，所以柯秀英两母仔囝就叫两台手车，沿路赶去到大稻埕的大安病院，因为来甲诚早，果然就无几个病患伫咧。候诊室伫咧听候，所以等无到半点钟就轮到雅信。当雅信行入去诊疗室的时阵，柯秀英也爬入去。啊，纠结，咱台湾人头一个查某医生是啥物风甲你找来啊？詹伟水一个看到雅信，就按转西椅啊徛起来，伊迄个旋转椅吼，就讲较想影较早我会记得。伫诊所内底，安怎讲？迄个椅仔是圆的，啊会使用迄物讲，就是用电的甲迄个椅仔设较悬啊，设较低安尼啦。啊，所以会设的椅仔，Mary 就是直接讲会设椅仔，啊我会使讲转设椅哦。会使转会使洗啊，哦，就按迄个通转洗椅啊徛起来，双手伸出来就迎接，用迄真红声的声哨对雅信讲，伊原是较早迄种谈笑风生、倜傥之情。有够笑哟！谈笑风生，谈笑风谈笑风生，无哦，伊无谈笑风生，谈笑风生的。谈笑风生中文的理解，我是感觉直觉是感觉有讲有笑，还是会讲会笑，是人生都飘撇来是安怎吧？谈
笑风生。国语字词典讲的时阵，哪风安尼自然流畅，充满趣味，可能会使哦。谈笑风生，伊袂输那风安尼自然嘛。国语字词典是讲青那倜傥的、飘撇的烟道，对吧？唔知我是学袂念的，我是即个可能我感觉是啦，飘撇烟道哦，飘撇啊，烟道的无烟道，有当仔是足主观的啊。这个人讲烟道，迄个人讲歹敢若搞的啊，飘撇，飘撇飘撇，自自由由，飘撇。犹原是较早迄种会讲会笑的飘撇心情，一点仔就无留下倜傥的痕迹。那有啥物风？总是古早迄个戏剧风啊，高秀英就插喙伫咧演，江美水就笑甲咱巴肚，那是就洗头去甲人母银，怪伊讲哪会讲话讲甲尼粗鲁。等到江美水笑一困了后，伊将其尾也严肃起来，开始正经咧问阿信安怎？戏剧阁举起来是无？我看你是过了啦。顶摆是咧做学生，无认真是袂使。即摆是咧做医生，咱着阁遐尼认真啦，放较开咧啦，较食休困诶啦，免食药啊，伊也自然就好啊。放较开咧，较休困，这个较休困怪怪，放较开咧 OK 啦，就心肝放较开嘛。爱讲较休困，用较接受诶。所以江美水就刚刚先做规身全身的检查，佮看伊的病历表，然后佮斟酌顶摆开予伊的开予伊的药，就佮重新开药。等到这一切医生的正事拢做完了后，江美水就佮轻松落，真有兴趣，差不多是换另外一个人。一个去讲话柯秀英说袂输，敢若有正经代。先开喙啊，真正是啊！你人生的经验较丰富吼，我有一项代志想要甲你参详啦。俗语话伫咧讲吼，过了翁就百病空啦。阮信啊，即个戏剧病哦，其实原因也无别项啦。我想吼，只是无过翁尔啦。伊若过翁这病就好啊。你想我讲了毋对？我讲了有对毋对啊？江美水一个听着真有理解到迄个意思，就笑一款，然后则温柔啊对柯秀英讲。苦啥娘啊？根据医学的统计吼，戏剧和过养是无直接的关系啦。但是间接的关系吼，我想加减有一寡啦。因为查某人若过养，心情总是会较好，嘛较有人照顾，较有通去休困，戏剧自然就袂夹起来啦。对啊对啊，柯秀英就同意伊的讲法，就是安尼啦。我毋则苦劝阮亲啊较紧过养咧，但是偏偏咱毋过啦，讲啥物时代变啊啦，啥物即个时阵无不必得迄时啦。啥物即时未必伫迄时？啥物即时未伫迄时？那是即摆几岁啊？江美水就刷嘴问落去看雅信，看伊规个面拢红红，头水咧，毋敢讲话，无讲话。江美水才洗头去看柯秀英，柯秀英就回答讲：这也使问25啊外，讲毋过要做高婆呢？才应该是嘛，讲毋讲都无毋对啦。你年岁嘛差不多啊，你实在是应该爱找对象。江美水就对雅信讲，雄雄变做一种哪里口舌的口气，安怎？我甲你做媒人好无？讲惊我甲你找对象，你袂介意？啊，真正是啊，你哪通安尼讲啦？柯秀英就讲，你人生有迄个经验当面嘛，遐尼是接触搁遐尼侪，接触的人搁遐尼宽，然后好人。你嘛赶紧甲阮报一个，我会大大甲你感谢啦。毋过惊报着歹的你，江美水就真张图。啊，袂啦，你目神遐尼好，
你若有介意吼，阮是若绝对嘛会介意啊，我完全信任你啦。到时阵规终期尾，鬼节啊，应该是做结论的看法，是毋是？鬼节，这个鬼节我嘛毋知呢。啊，单字啊，罔听罔听，鬼节。当然，鬼节是简单两字中文，毋过嘛等于算做一个结论，伊两个淡仔一句来一句去安尼。鬼节还是鬼共款？总结起来，还是总讲起来啥？哦，高兴伊就是红红点点，感觉因母啊含蒋渭水伊甲婚姻的话题讲到一个段落，伊才甲话题岔开，当去说去到含婚姻完全无关系的代。你互因关，你去加了学的消息，是我按日本坐船要转来台湾的时阵，伫咧船顶听是关妈说甲我讲的。我迄阵啊听一下真艰苦，蒋渭水听你讲，你伫咧船顶就听着我坐监，啊是倒一遍啊？是头一遍转岛大检举迄遍，还是第二年转岛大判迄遍？我有听去关妈生讲，你甲食袂火，互因判4个月徒刑。我是哪里讲？哦，安尼你讲的是第二遍大判迄遍，你知无？头一遍伫咧台北监狱拘留64天，第二遍伫咧台北监狱关80天，总共是144天。蒋渭水完全无动感情，讲袂煞，就是袂输他咧讲别人的代志安尼。日本时代照你讲，就是讲，佫会照法律行嘛，吼，啊，啥物罪，啥物罪，所以就讲嘛，上帝29天嘛，一届敢会使关29天，袂使关30天就放你出来。若要佫掠，就佫关9天，佫甲掠嘛。啊，毋过中国国民党来到台湾，就真正杀了爸母呀，哪是着吐气，袂输伫咧替蒋渭水感觉艰苦。颠倒是蒋渭水赶紧安慰讲，啊，迄哪有啥啦，讲是去坐监啦，其实是去别种享受。啊，这是安怎讲啊？怎算是？蒋渭水就微微啊笑，佮望伊迄个，佮望伊迄个白苍苍的头壳顶，啊，骷髅白净发光的头顶，伊那是骷髅，是敢剃光头？毋是啊，毋知影。蒋渭水就哪笑，啊，头壳金死死的，就搁去望所以头壳顶，所以金死死的头壳顶，洗番头对雅成讲：我平常时啊，毋是咧看病人，就四过去开会演讲，一年烫天啊，哭落尾咧，无一时定啦，因为入去坐监，毋才有时间和清新通读册啊。所以虽讲是伫咧监狱，但是无感觉迄是监狱，颠倒敢若是伫咧别庄，免烦恼穿也免烦恼食，规工会使专心读册。讲完，蒋渭水就搁笑，然后就搁无聊去扫伊个头壳。哦，是桌顶，哎呀，搁食一个。哦，歹势，我搁来看唔到。笑咧去扫桌顶迄金死死的人，头。伊咧医生的桌顶啊，会采一粒人的迄个头壳，还是家做白色的嘛？因人的骨头处理过了，应该拢上毛嘛是黄色的吧，小可黄安尼。啊，若白色的可能就是用石膏啊，用啥去用的嘛。所以讲完就搁去扫伊桌顶迄个人的骨头，怎算是？啊！你伫咧监狱内底读啥物册啊？我先来讲咯。哦，迄册啊喏，头一遍迄64天的拘留，我读过民治维新纪实活动史、社会学原论、西乡隆盛团、乃不论团、更滥易治论、民治文化的研究、政治反论、政治学大义、
社会问题概论，这是社会科学方面的册。以下方面的册我有读过桥本类科、诊断学、医师杂志适应、开业生活日讲的图片，我也早百外本册入去读，平常时也爱读，但是无时间通读的册。要退学去日本的哇塞达大学读政治，这回入去加入，我突破一本政治经济学的讲义，我是真满足啦。袂输是入去哇塞达大学读政治，即马已经按政治科毕业出来啊。我是点点听，有一阵真重的建议，不知不觉就按心肝底穿起来。敢若看到尖尾水无一时啊怨叹和后悔，就敢若深深吐一口气，又搁平静搁温柔讲落去。伤心实的是，我入去加入，才发现到迄内底的路漫拢捌我。才入去，因就大声咧喊讲：文化头的詹先生来啊，非常尊敬我，紧让好位互我坐，摕粉要互我食，我才对因嗨头讲：我做医生，就咧劝人毋通食粉啊，哪有可能家己食啦？多谢啦。因听我安尼讲了，才将粉搁藏入去裤袋仔内底。虽讲因是一寡杀人放火路漫，但是因也实在对我真好。尖尾水哪回想，哪伫咧讲，看天棚煞家己哪笑起来。这是第6集、第7集。这一年的热天，有一天尖尾水看完最后一个病人已经忝歪歪啊，就叫护士把大安病院的大门关起来。拄想要去2楼的起居室读册休困的时阵，忽然间听到真急的敲门声，因护士已经按边仔的门先离开，尖尾水只好家己去开门。才拄甲门拍开，就冲入来一个穿乌色西装的少年人，手掼一卡皮棒，手掼一卡卡棒，好啦，公事包，我是拢讲卡棒啊，公事包。公事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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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啦，公事包就公事包。尖尾水甲伊真一困啊，袂输认袂出伊是啥物人，忽然间。甲伊双手抓咧，海两大大叫：配音，原来是你！当时转来台湾的，你伫中国耍了爽无？配音无随回答，就敢若一直点头，才慢慢讲：耍真侪所在看真久，去福州也有带过叶桂如先生的厝，伊拜托我送一寡文件甲几张仔批互你。讲到文件甲批的时阵，配音就甲话降低。尖尾水嘛，随了解，随退一步，细心紧甲病院的大门关好，甲配音叫去2楼的私人册房，也甲册房的门关咧。两个人坐来点点仔咧讲真侪话，等一寡重要的代志拢讲完，尖尾水才透一口气，恢复伊原底迄种有讲有笑的常态。甲配音问啊，紧，你紧甲我讲，你伫咧中国耍偌济所在啊？有甲因联络啥物货无？我按东京先去到上海，再去北京，然后再来厦门，和各地的台湾留学生讨论台湾问题，互相交换意见。同时间也接触到中国国民党的人、中韩合作社的人、朝鲜国民党的党员。你敢有甲因讨论啥物重要问题无？尖尾水来咧问，哪会无？我向因暴露日本对咱台湾人教育的愚民政策。残忍的实名专制，极端的差别待遇，怀霸的北峡制定等等。对啦，我伫咧上海也有遇到按福州来的叶桂如，阮两个人同齐去参加上海大东旅社的在乎印度、朝鲜、菲律宾等民族主义联合会，讨论东方弱势民族的政治自觉，甲
提倡亚洲人甲提倡亚洲人民民族自决的问题，偏伊嘛咧讲，你讲你最后来厦门，厦门因敢有啥物台湾人的组织啊？詹伟水安尼问，有啊，哪会无？台湾伫咧厦门的留学生，包括一美中学的高中生，差不多有200外人。因为福建和广东是孙中山革命的发源地，所以遐留学生拢真受革命的影响。因伫咧厦门创立台湾上帝社，中庭是以研究学术、促进文化为宗旨，但是实际上的目的是要唤醒咱台湾人的意识，希望会得通互台湾脱离日本的统治。我听伊讲啊，因用上帝社的名开过厦门台湾人学生大会，反对台湾总督府检举台湾议会基层动民，同时也将因的宣言寄予台湾东京和中国各地的台湾人，叫大家联合起来反抗日本。啊，上海咧写这个字，遐的台湾人安怎款？安怎啥款就啥款，还是迄个时阵有腔口是这个样子？什么款？安怎款？唔知。蒋渭水就讲问，伫咧上海的台湾留学生无厦门遐尼多，但是因也有组织一个上海台湾青年会。因虽然人无多，但是成立以来非常活动。无偌久以前召开一遍上海台湾人大会，伫咧会中反对台湾总督府检举台湾议会设定运动。同一年，佮参加中国国民对日外交大会主办的国体纪念大会，散布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实行统治台湾的传单。今年春天又佮发动台湾史政纪念日反对运动，散布勿忘的传单。则无偌久以前，也佮发出反对高显营有力者大会的传单。詹渭水哪听着哪说会害，点头微微啊笑。啊，北京咧，因遐敢嘛有咱台湾人的组织啊？詹渭水最后佮问，倒位就有啊？哪有限定厦门甲上海尔？配音就真气概咧讲，气壮地说，气壮。讲甲就有气势吼，是安怎？因为这种气，这个词中文敢袂安尼讲，我毋知。有咧，李罗迪吼，像有迄个李罗就对啊。真无，直理直路，直理直路，所以有哦，直理直路，理直气壮，所以理直气壮是用这个概念。所以气壮、理直气壮的对啊，直理直路，气卡跳，直理直，伊只是敢若讲气壮，所以气壮甲理直气壮，共款无共款，唔知好啦。现主是伫北京的台湾留学生，差不多有300外人，大部分拢是北京大学的大学生。因一寡留学生甲住伫咧北京一寡的启明。因对咱主张设立台湾议会上界赞成，台湾总督检举，因这会伫北京召开华北台湾人大会，反对日本压迫咱台湾，叫大家起来支援台湾议会基层动民，起来协助推翻一切外来的强权。詹渭水哪想到啥？詹渭水哪有咧想啥？哪点头？配音就点进一困，漱2口气了，家己煞笑起来讲：啊，你知影无？因这北京台湾青年会的正式会员无几个，但是名誉会员煞袂少个咧。全是一寡中国的出名人做因的名誉会员。啥物人你讲？詹渭水就真着急紧问。有北京大学的校长蔡元培，有中国财政总长梁启超，有北京大学的教务长吴实。有中国司法总长林忠明，有北京大学的教授李兆珍，有中国参议会议员王济芬、王钦泽，拢是一寡中国保守派的出名人物。配音就真得意伫咧讲，话讲到这，詹夫人已经伫咧册房，敲册房的门，讲叫食宵夜，所以有关中国的单位就安尼炸断。配音就留伫咧詹渭水的饭厅，
含尖甲一个口啊，同齐食暗顿，所以都真系宵夜啦。日头落山休困，食暗顿。食过暗顿了，尖尾水就无搁请皮影去伊个私人册房去，伊请皮影去客厅，讲一寡含政治完全无关系的事上代志。忽然间，尖尾水就甲外地踅咧开富人人顶悬，就刷喙问皮影讲：你敢娶某啊？皮先生，还袂呢？皮影就回答，面煞红起来。安那无爱娶啦？未少岁啊呢？第一，规日四个拍手，无心情通娶。第二，就准讲有心情通娶，嘛无人要嫁我。乱讲，哪会无？我甲你报，好无？尖尾水就小可口水伫咧讲，伊即个打趣是安怎讲？趣味。你讲看卖咧，病医就讲嘛认真起来。有一位查某医生，本来是淡水女学毕业，了后去东京女子医科大学读册，即马转来伫台北病院做妇产科。伊叫做啥物名？皮影甲尖尾水的话切落长，真着急伫咧问。伊叫做曲雅是，原来是伊。皮影中央想到啥才着惊啦？安怎？你敢有熟悉医生？尖尾水就真妖异伫咧问。捌是无捌真亲啦，但是伫咧日本读册的时阵有见过几摆面。你讲你要报伊，互我做某，伊读到遐尼悬，平常时啊，搁遐尼激使，伊敢袂？伊只是啊激使，就讲伊后壁讲迄个啥激使是骄傲的意思安尼。平常时啊，伊搁遐尼激使，台语安尼讲的激使。当然讲激使面啦，毋过当然激使面，伊家翻译做骄傲嘛是不离啊歪伊啊，我讲激使安尼讲，着激一个使面，还是傲嘟嘟安尼。当然傲嘟嘟甲激使面佫无啥相款，是单语名累积。新语气，而且日本时了收一寡语句是啥事，真正收袂起，伊嘛敢若对照尔，嘛无讲啥物货。嘛无特别讲啥激使句，电使激使句，代志大事典，自我目中无人，无要插人，对，即一种骄傲安尼，激使。台湾语常用词类激使，你若伤激使，会互人惊哦。你若伤激使，互人惊哦，伤臭屁就对啊，伤臭样。台华山定理书店，激使具要拿巧，一个我都用，就是二控控制你的摆架子、骄傲、臭屁鬼、公翁、激使烫。摆架子，激使面，差不多是安尼。讲平常时安尼激使，假袂接到啦，因老母就亲甲我讲啊，我若看会介意，因查某囝嘛绝对会介意，伊完全信任我。皮影有淡薄仔丢毒，毋知要安怎。但是尖尾水是一个极尽果决、极尽果决，就是真阿萨利，阿萨利的人，真是这样讲。当然，伊这用迄个中文词，果决。可能会使讲阿萨利啦，
但是詹姆水是一个阿萨利的人，敢若做门啊，就希望会当甲做成，也无爱互偏因有退后的余地，就随徛起来对讲。啊，行啦，毋通阁浪费时间啊啦！咱即摆就来去区公馆，先来去甲因老母拜访，顺线甲雅成见面去讲一下，然后介意则继续落去。啥款？好，伊也啥款？而且安怎款？个啥款？当然，即个语境是有足侪字词通去讲的啦，总是好啦，可能是蒋渭水是真有喙血，能言善道，应该是一下能说善道，一般是讲能言善道。所以能言善道是当然有喙花有喙水，真贤讲话还是啥？这无想这个事，能言善道，好啦，可能也是蒋渭水真贤讲话，个人言好，谁若看到伊拢完全信任，才带偏英去见柯秀英，柯秀英就对伊真有好感。雅成颠倒是无动什么感情，柯秀英是已经介意。柯秀英已经开始介意偏英这个竞赛，尾啊，柯秀英尾啊偏英转去厝里，含伊的兄哥讲，伊的兄哥对这门亲事毋但无反对，而且非常赞成，催促偏英就爱赶紧进去。随后偏英就搁家己去雅成因兜讲几落解，尾啊双方就拢有互相介意。然后才叫詹渭水正式向女方要求订婚。订婚才24日，订婚才24日就要正式结婚。这柯秀英当然是有带，所以裴英和柯雅成就在今年的9月中旬订婚。敢若订婚真侪代志，就要等雅成去做。头起先要通知一寡亲戚朋友时到来参加婚礼，当然是一斤啊一斤哦，一家，当然是一斤啊一斤去送大礼、送大饼是免讲的。然后搁爱去做2套结婚的礼服，一套是西洋式的白衫新娘衫、白色新娘衫的礼服，准备伫咧教堂证婚的时阵穿的。另外一套是台湾式的顶乌下裙的红条滚边的新娘衫，是要迄天暝日。请人客是通穿，因为真久以来拢戴迄种无轻的金饰目镜，用久镜片也无啊，那是就顺即个独居单身的时阵，去换一副啊银轻的目镜。即一天拄到目镜行换新目镜，规下晡拢伫咧病院工课，总是感觉目睭无对光，头阁淡薄仔痛。即一天暗时。伫咧网家的厝里食过暗顿，就按网家坐巴士按城里的一间裁缝店去。伊前几工啊买白布行红条白纱，迄个白纱是毋是讲人讲迄种新娘衫迄种白纱？感觉即听起来怪怪。迄是种布料嘛，迄种布料，当然条仔布就红条嘛，款嘛，啊那迄个西，即我毋知影啦。好啦，反正就是去叫即个裁缝店的师傅替伊订做礼服含新娘衫，伊约伊即暗去店里试穿，修改无下输的所在。通做最后的裁缝修改啦，吼，是毋是？而且缝纫，当然缝纫是伊用中文的讲法嘛。缝纫，当然裁剪，然后爱修改，爱安怎？当然有当时就是迄个时阵无迄种。做规梳好势互你拣嘛，拢是你先去拣布，啊布拣的了后，才叫人做。啊叫人做的时阵，我的理解是，
可能已经9成以上确定了，因为拢会先量寸尺嘛，量完了，当然啦，量的迄天甲真正要称的迄天，可比讲食伤济，食伤少，可能会差1英尺啊，吼，还是安怎？还是讲爱称落，敢若较束腰，还是较下舒，会较好看，因为迄个时阵敢有咧翕相，1930年、40年。翕相即条代志可能嘛是有啦，只是反正是要穿个好看就对嘛吼，啊所以伊就约伊即暗去试穿看卖啊，因为裁剪、裁缝啊，伊中文是写缝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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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会记得迄个啥 machine 的中文敢若是改叫做缝纫机嘛 ，machine， 吼，啥物性格，车衫车 OK， 高车车，尖车，缝纫机 ，merino 可能袂用自己的迄个 machine， 卡达车，绑红。棒球仔空，车，尖车，车，马囡仔，彩虹车，棒天。到步嘛是，到步是一个 machine， 对啊 ，machine 迄是外来语啊，对 machine 来的嘛。车线，尖车，彩虹，做衫，车，machine， 彩虹车，车衫的车，天，帮布边，帮布天，可能差不多是遮个吧。反正是房甲红的迄种诶，算文白音吧。然后车，尖车，彩虹车，machine，反正就是，伊迄个时阵还袂大量制造嘛，因为工业化较发展的大概是1950年、60年，按日本战败，美国走去暂时管理日本开始，所以有一出戏出，日本的戏出啥官僚之下之下，吼热天迄个官僚之下嘛，所以迄个时阵是1950年到1973年的款，1956年到1973年，敢若迄阵是73，我袂记，反正一个日本戏出就对啊，就咧讲日本人拢做一寡轻工业，啊美国去甲因安怎讲？暂时管理的时阵，就叫因来发展重工业嘛，啊轻工业就怎移出来，离开日本。台湾是其中一个不了发展的所在，也就是迄个时阵，台湾遐个什么车衫的生意业才开始大发展嘛。1970年代开始吧，是差不多，大概嘛差不多有20-30年的好光景啊。所以当兴的时阵，单头单地买遮济工业区拢设立嘛，就遐轻工业啊，迄是因为日本叫美国用着外资，所以就是这1940年代
是数控地带，差不多。好，就去试清。则伫咧巴士诶，无意间发现吼，则拄伫咧巴士诶查了以后，坐落，煞雄雄发觉到另外一边诶查了以后有一个查某仔笑，因为雅信换新目镜，啊，我袂惯势，所以对方是啥物人是还是看袂清楚。佮加上是女性对青云查甫人诶言连闪都袂赴啊，佮较毋敢对方加看一下。伊佮惊是熟识人，因为一时挂是也是一件真无礼貌诶代志，所以伊只好就学对方伊顶一下头，佮互伊一个微微仔笑，然后就甲头滑去另外一边看窗仔外诶街景、风景，看窗外诶风景。雅信伫咧离彩虹店无偌远诶路口落车，伊伫咧彩虹店试穿礼服含新娘衫。半点钟了后，伊搁坐原路诶巴士，按城内转网架，真奇怪，才拄坐定，一抬头就搁看到拄则迄个共一个查甫人坐伫伊正对面，伫咧伊顶头，搁对微微仔笑。雅信就大大戆领起来。若是共一台巴士，拄着一个查甫人对微微仔笑，这也无啥物稀罕诶代志。但是无共诶巴士，而且搁是倒摆诶方向。竟然佫拄着共一个查甫人对伊咧顶头微笑，这就淡薄仔奇怪啊。所以即摆伊就无爱佫含伊顶头，也无要回答伊诶微微仔笑，只是目睭瞪甲大大哩，想要甲对方看互清楚。煞感觉迄个查甫人看起来有淡薄仔像配音，佫无啥相像，因为伊从来也无看过像配音即款诶查甫人会痴痴对伊顶头微笑，这敢算痴痴啊？痴痴地，痴痴地，痴痴地。应该这痴痴地是咩？是要讲戆痴戆痴，还是金宝历书店鸟鸟看，退神退神，岩咕岩咕。岩固，这我唔知呢。痴痴地，戆神，还是换一个角度来讲，配音这个角色就是敢若就袂晓迄种啊，戆啊，所以可能讲戆呆会款吧。因为从来也毋捌看过配音像即个查甫人上款安尼戆呆对顶头，佫微微仔笑，而且佫一句话都无讲。想到这，伊就无要去管对方是啥物人，就家己回头看过里的灯光含人影。雅信含配音是伫咧即一年的10月初5结婚，结婚典礼伫咧城内一间长老教会教堂举行。城内长老教会会堂，城内伊即摆长老，即摆济南教会是伫咧算城外，伊迄是伫咧中山南路的东边，啊城内是中山南路以西，忠孝西路以南，爱国西路以北，中华路以东。即4条路围起来，迄个时阵长老会教堂，迄个时阵迄是倒，我毋知影。我对迄个基督教即个长老教会即个会讲介绍，毋知影，还是所谓的内底啊，敢会是迄个现主是伫迄个怀宁街我迄个队，迄个教会是伫咧管前路土地银行的后壁，因为伫管前路几号，甲怀宁街
恁过敢若土地银行会搁北边的一条，迄个教会我嘛感觉无讲甲伊种，也不管，反正就讲因结婚典礼是伫咧一间长老会教堂举行，来教堂参加婚礼，除了区价和平价的所有的近亲是安怎讲？因为亲情朋友就是会使足快嘛，爱则讲的可能就是两个主人嘛，男女主角会处理的人，啊甲即个职业辈啊，可能是安尼吧。啊，当然若是因生爸甲后叔，可能过往去了，甚至全无来去。啊，因母啊是臥底遐的后头厝迄边的亲情，敢会活来，毋知。啊，偏因有一寡兄哥，啊，可能因遐职业辈来款吧。哦，所以讲来教堂参加婚礼，除了区价和平价的，较真该要安怎讲？近亲，较实在的亲戚，伊后壁要讲，连远亲嘛来得对啊。你讲啊，一些远亲好友也来了，所以近亲 （close relative） 近亲近亲近亲，比较近亲。亲情正近亲，我直接读近亲的。所以可能会使讲，除了亲情50来，连朋友80嘛来。亲情50，朋友80。较亲的亲戚办到这代志，就是咱过年，无你逐工过年的嘛，啊，所以有当阵啊，无遐活，无遐熟的亲情，总是消息的互相通知嘛。啊，要来无爱来，就看交情啊。啊，凡是有诶，因若是恁兜算会得过，嘛算有淡薄仔钱吼，好个我毋知，所以亲情50就会较济嘛。所以就讲啊，除了平价和除了区价和平价，即个较有来去的亲情，连一寡好啦，面线亲好啊啦，因为那个什么即久之前有咧讲到什么，雅信伊去日本读册的时阵嘛是找着什么远房亲戚嘛，所以远房亲戚可能就是讲远亲嘛，所以除了较有来去的亲戚以外，连一寡面线亲甲好朋友嘛来，其中包括二弟的苦秀珍是苦秀英因姊妹啊。屯仔卡的游牧师两阿某，新竹的江东人两阿某，吼，因江东人嘛，伫日本相长头的台湾同学会的迄种的嘛，吼啊，淡水的金姑娘和银姑娘，台北医科专头的大厂校长和教授，台北病院的院长和医生的同事，甚至淡水女学的同学以及文化协会一寡朋友啊，拢总来，总共300外人，有台湾人、日本人、外国人，真侪人数，甲规个长老教会的结婚会堂挤甲袂得。水泄不通当然是伊的讲法，所以讲啊，人踢甲叉叉地哟，啊，对，就这种讲法的嘛。人是十通通，还是叉叉地，不管。即一天由詹惠水做伴娶，由去做伴嫁，啊若牵新娘网仔的花童哦，
伴郎伴娘当然台语是讲伴娶伴嫁，吼啊，花童咧，花童，因为花童有一个意义是讲，怎样讲？什么？紧嫁娶紧生囡仔就对啦，所以直接讲花童哦，花童 ，Mary 就直接讲花童 ，Proud girls all rising bears at the wedding， 花童直接讲花童。台湾线顶艺术对嘛讲花童，哎呀，无听到其他的讲法，花童。但毋过，日本时代，伊这种西洋式的嫁娶才有花童嘛。啊，日本式的还是台湾式的有无？我毋知影。尤其即个超1940年代，哦，啊若牵上牛虻仔的花童，牵上牛虻仔的花童，由大村校长的2个细汉查某囝来担任担当，当然只简单讲就是来做嘛，叫因做嘛，担当。哦，当然最近的是迄个什么颜值担当，颜值担当甲即个敢若佫无啥相关哩，担当。毋过担当 responsibility bear the brunt 担当义务负责任 liable 担领担当。伊当然教字读 OK 啦，只是其实简单讲就是叫伊做就对啦。用担当当然是非常正式嘛，担当。若带领大众祈祷，就由关马西自告甲毛遂自荐，中文应该是共的嘛？若台语的自告奋勇，无请家己来。对，无请家己来啊！先讲先赢，无请家己来啊！你自告奋勇，对，安关公白白白，无请家己来。当然无请家己来，敢若有一点点迄种咧共考试的概念啦。而且家己志愿，张龙教授讲家己志愿。若率领大众祈祷的，就由关马西家己志愿来担任即兴。个临时，迄个当然即兴是咱即马咧讲的，我会记得伊有一个迄个啥，对应去一个西班牙语，做活戏，即兴演出是做活戏，心识戏，心识戏。即兴心识去，临时随做，所以看你就是这个关马西可能嘛是属于啥？人讲什么人来疯的是安怎样？讲到到个就是家己临时随唱2首祝贺结婚的赞美诗，赞美诗当然。照你读赞美，你讲俄语，敢若嘛毋是袂使，我毋知。
迄天暗时300外个来宾伫咧大稻埕医院附近的蓬莱阁参加喜道。喜道期间，你看参加喜宴席间，悲光交错，参加喜宴，食道期间，酒杯啊捧起捧倒，非常闹热，一直闹到一直到深夜，敢是没清吗？啊，即马可能无饭店拢无算清哩，所以你讲闹到深夜，青鸭、透眉、透暗，透眉是规暗，透眉是规暗啊。Under cover of darkness， 透暗。青鸭暗幽，幽时暗幽哦，是用这个幽字，出跳云豹。幽时敢若幽时敢若上尾啊吧？你差不多可能9点10点迄阵会看吧。三更半暝，三更半暝，主夜、午夜、半夜、半暝。青夜半暝半，没清，所以可能会使用半暝半，非常闹热，一直舞到半暝半，才有一只乌头车甲新娘新郎早起早就叫朋友伫台北站对面的铁道旅馆订好的套房休困，互因会当共度因的洞房花烛夜。共度，因迄个铁道旅馆是现主时的关前路甲中孝西路迄角。啊，当然，1945年5月31日，台北大轰炸就去用炸掉去啊。当然，炸就无看影啊，对吧？1945年5月31日，台北大轰炸就牵掉去啊。迄个啥，台湾漫游录内底有去提起着，伫咧迄个台北的铁道旅馆啊，日本时代就是台北的即个铁道旅馆，啊，搁台南迄个嘛，但迄可能嘛无看影，我毋知影，我袂记。所以就讲伫咧即个铁道旅馆订好的套房休困。配音牵雅信行去到因的套房，雅信抬头一个看是4号，规身躯煞加润润，有迄个扣着就对，感觉一种无好的调头，就对配音讲：你想即间套房敢好？有啥物毋好？迄4字敢毋是歹结调？歹彩头，当然好彩头、坏彩头，即个彩头。这个彩头，中文敢是有直接安尼讲，台语是用菜头去用谐音字嘛？啊，彩头 ，Marino 是用彩头，好彩头、歹彩头，好结调、歹结调，因为一直到当，也是有一寡人对数字4即个有淡薄仔扣着安尼。好彩头，扣彩旗，结调，好结调，好彩头。啊，毋过有当阵啊，迄嘛算啥？心理暗示递到的嘛？你认为是歹？你认为是歹？你若伫心肝底顶一支旗啊，讲迄是歹，100届可能嘛你拄着一届歹，啊
啊，拄到伊介歹，你就真正甲伊讲做歹。啊，其实其他90几角拢好诶，拢无歹啊。啊，所以你煞甲迄真罕你出现诶迄一届，当做是真诶啊？你这，所以，没有这么低。把手回来是无去。比较用彩头，当然结雕也是有即一种其他的讲法嘛。啊，然后嗫，佫是嗫路啊，嗫路就讲迄个进前咧查讲担当，还是无啥敢讲迄种意思嘛。讲迄四字，敢毋是歹彩头？哎呀，你学科学的人，哪会佫遐尼迷信啊？入来啦，入来啦！朋友就拢，朋友就甲咱订，朋友就甲咱订啊！你临时要换房间，嘛无一定有房间通互你换啊。配音讲煞，就甲锁匙认出来，甲门拍开，牵仔先行入去，因就各自甲，各自把盛装卸了，盛装礼服还是什么？大户盛装大领衫，还是什么会？盛装赴宴嘛，吼服装穿甲真水，姓钟啊 ，POMP 嘛是有即个意思，碰不完，POMP 是碰不完迄个呢。姓钟当然姓钟打扮嘛，伊毕竟人生才一届尔，至少是头一届嘛，吼，希望袂有第二届嘛。当然伊尾也有其他诶做务迄个另外，毋过总是反正就是人生头一届，就是当做唯一的一届，我就甲伊穿啊真好势，真正式的衫，所以因就拢家己甲正式的衫烫烫的，平坐伫咧一张双人的碰椅顶悬休困，配音就挖紧仔一个身躯边，看伊迄两蕊大目睭，袂输哪想请里面笑，仔是也偷闪一下配音，煞不知不觉家己面红起来，拄想要找一寡话题来闪遐爱叫的场面，岔开尴尬的场面，岔开西还是转换，岔开跳开道片哟。中南女书店，岔开闪开，灯些还是安怎？开车、闭车，毋过伊即搭遮，伊即搭遮是家己当做动词来用啊。拄想要找一寡话题，多闪爱叫的场面，煞雄雄想起结婚进前伫咧巴士顶悬拄着迄个奇怪的身份查甫人，就扇喙问讲：人亲像的实在是真多，你咧讲啥物人？我咧讲一个人足像你的，我咧讲一个人足亲像你的。迄一天我坐巴士要去城内试穿衫，伫巴士顶伊向我点头，转来巴士顶佫拄着伊，佫咧甲我点头。你敢毋知迄是啥物人？毋知啊，我著拄则换目镜，看袂清楚啊。迄个就是我啦。伊讲咧，家己笑遐。啊，你哪会安尼？眼神真微翕，吼，真正戆影了。伊写即字，伊写我咧甲你，伊写即字汉字，我真正看无伊啥物呐。伊堆中的堆，佫加一个足字旁，吼。我咧甲你对，
我咧甲你失败，后壁讲我咧甲你失败讲，伊咧讲写一个，搁再来，搁加一个扣字吧。我咧甲你失败过，还是要我咧甲你失败过？这当然就是，我就讲伊是要用台语来表达迄个台语的语款啦。啊，所以我咧甲你跟，怪我一句，我顶半我看无，我得甲你安怎？我在尾，吼，迄个尾字就是堆粉的堆，追求的堆，搁加一个足字旁。哦，我得甲你 spy 一下 SPY 哦 ，spy 吼，跟踪嘛吼。我是倒位啊毋对啊，你若着要甲我 spy 啊？我是伫咧问，忽然间就严肃起来。配音本正是伫咧甲雅信滚孙桥凊彩讲的，现主是看伊咧认真起来，煞紧改做非常诚恳的开口甲讲。讲起来，迄日我其实是要摕贴仔去城内互人印，但是台湾离开久啊，街路煞袂认定。印刷店有去过一遍，但是第二遍煞袂记伫倒一间，伫城内行来行去，毋则拄你一遍搁一遍，哈哈哈哈！雅信点点无讲话，心内也感觉淡薄好笑，尾啊煞喙暗咧开始笑，两个小对象笑一困仔了后，最后才恬静落来。配音按碰椅徛起来，行去到窗仔口看一个台北车，看一个台北车头，因徛伫迄个位置。啊，迄个时阵的台北车头拄啊是伫咧即栋楼的正对面迄搭遐。当然，现主是已经转去到Hilton， 迄是毋 Hilton？ 迄是 Hilton 吧？对，迄是 Hilton 嘛？因为迄是 Hilton， 对，遐是 Hilton 嘛？现主是台北车头已经转去到，迄个饭店是。即卖是迄个啥物？南洋街甲中华西路口啊 ，Sheraton 是伫迄个倒弯有册遐嘛，立法院迄搭遐嘛，迄是定江街甲中华东路，迄是 Sheraton， 啊，这是 Hilton 嘛。啊，当然，现主是伊讲的迄个铁道饭店是关前路甲中华西路啊，正对面，迄当然是第一台的台北车头嘛，即摆台北车头敢是第五台啊吧？吼啊，所以伊就行去到窗仔遐看一下台北车头的夜景，伊佫行转去原来碰伊遐，甲雅信的手牵一支起来，吐气讲：人生实在是真奇妙。当初去恁女子医科大学的宿舍，我是甲林良秋拜托去做恁的三多一起，我是甲林良秋拜托去做恁的三多一起，伊遮的三多一起是写做啥？写做sandwich 日文罗马字，是写 SANDO-ICHI 吼。你看，我是甲林良秋拜托去做恁的三多一起，尾啊佫甲伊拜托。尾啊，我是互林仲秋拜托去做恁的三多一起，吼，是互林仲秋拜托的。伊遮我是给哦，迄个给就是台语人去用强迫袂使讲台语的时阵，咱来讲老师伊甲我拍，老师伊甲我拍啊，袂使讲老师伊甲我拍，就怎啊讲老师他给我打。伊甲我拍，他给我打，啊，到底是安怎？老师就讲，那到底是谁打谁啊？所以才是讲，我是互林仲秋拜托去做恁的三多一起，尾啊，佫互伊拜托，尾啊，佫互伊拜托，带因阿姑去恁宿舍，要甲你做媒人。迄阵啊，连想也毋敢想，哪会知影因暗会合？哪会知影因暗会甲你结婚？实在是毋敢相信，敢若咧做眠梦咧。朋友讲的时阵。雅信就想起林仲秋最后一届向伊透露爱意的迄种，真的缱绻缠绵哦，这真正有够文雅的词，我毋知影翻做台语的，简单讲。
敢袂使讲哩哩落落，因为查甫介意查某，咩啊讲，就是有一寡想缱绻残苗，即几道前，伊即站嘛要煞，所以会使慢慢来读。缱绻看缱绻，还是伊甜，伊甜当然嘛是真文雅的，还是真迄种的词嘛。什么胖不几个？啊无啊，无像即个词，还缠绵的。缠绵的，中文言啊，缠绵悱恻对。甜蜜用甜蜜，来话说你字书底。咪咪，苦情咪咪，缠绵悱恻是苦情咪咪，所以缱绻缠绵咪咪，所以那时就想起林中秋做一届向伊透露爱意的迄种情景，咪咪情景。伊又想要讲互配音听，但是丢一困仔了，就搁揪去毋敢讲，敢若听到配音搁自言自语继续讲落去。林中秋就要较早过身，无今仔日做判出的，就毋是蒋先生啊，是伊。你第时才听到伊过身的消息啊？敢是伫中国的时阵？哪是安尼问？伫中国的时阵，我也毋知影。转来台湾，伫咧归人路村，才有朋友甲我提起。配音讲煞就不准啊不准，按统一徛起来。陈玉娣，可能迄个中文是咪用甲正文啊？我毋知影。陈玉，丁丁，跳，陈玉，有没有这个数？无，所以就是配音讲煞，订单不准，按统一徛起来。如果无伊，统一到窗仔门边，迄个台北车头的煤气灯是哪？迄个时阵是毋是就是会使用关？啊，毋过迄个路顶，敢是用加速去行？我毋知影。好啦，反正就台北车头前的灯暗淡，伫咧倒，袂输哪要花是相款。规个车头前的广场，无看甲一个人影，空茫茫，真寂寞的模样。配音就深深打了一个哈欠，哈一个大气哟。配音就哈一个大气讲，哎呀，应该是咱结婚的好日子，就讲一寡较快乐的代志，莫阁讲迄寡无爽快的代志啦。过后，配音就阁对雅信讲一寡，讲真侪伫中国旅行所看到风景和听到的趣味消息。雅信虽讲有注心伫咧听，但是心肝底还是有感觉淡薄仔内疚哟，疙瘩，中文的疙瘩。疙瘩是安怎？疙瘩，气场，敢若嘛毋是气场诶，疙瘩，鬼虎皮，毋过是心肝底咧，起包。当然，这个情景唱毛梗，
心里总觉得有些疙瘩，这个瞬间应该是袂起鸡母皮啦。唱鸡母皮，无啊，这应该是对啦。疙瘩甲鸡母皮，吐牙食那。我感觉迄个心肝底是小可碍摇迄个感觉啦。伊起鸡母皮是已经规个迄个啥皮肤的表面有一粒一粒安尼嘛。对，目前听到的朋友应该无可能讲，有人讲将来要起鸡母皮吧。但你个鸡母皮有当当就是形容一阵冷风烤过加仑笋迄个瞬间嘛，或者是心肝底迄个情绪嘛。就是讲鸡母皮即个反应是有可能是 physical 心理上的，嘛有可能是 mental 心理上的递告的嘛。不过即摆伊讲心肝底感觉，总觉得有些疙瘩。鸡毛卷、鸡母皮，或者是碍摇，我感觉可能迄个瞬间的，可能无够气场，敢若袂过心啊，是安怎嘛？尾啊第二句啊，再说。粒啊，扑一流，伊那是一个心理状态啊，毋是生理状态。合喙音无合喙音差不多，physical 甲 mental 的真差嘛。透开心肝头的角，迄是角，透开心肝头的角，啊，怎啊无角？角搁伫遐。线角归去，对，伊是咧讲，互人袂当安心的问题嘛。因为教授是用肯定的造句咧做，透开心肝头的角，啊，所以伫即搭遮伊还袂透开，所以可能讲心肝底有一球伫遐，对吧？眼神虽讲注心咧听，但是心肝底总是感觉怪怪。伊袂输，老是拂不掉林中秋的阴影。因为男友情嘛，啊，伊无得接受，无得答应安尼啊，所以飞袂掉，老是拂不掉。怪怪，唔知这幼路的侦探呢？好啦，差不多是安尼，因为这是《龙刀山》的第二部曲的第13章，上尾集第8集煞，所以嘛读不了侪解安尼。请讲。伊我会过甲这人结婚，我想讲有一个伊叫关人在，伊哪会是结婚对？你讲蒋渭水哦，蒋渭水已经有娶某啊，蒋渭水娶某啊，迄个时阵伫即个小说内底已经有娶某啊，所以无可啊，而且岁数听起来看起来嘛差真侪吧，因为嘿，因小说内底迄个蒋渭水其实就咧讲蒋渭水啦，迄个只是大场廷的即个故事嘛是咧讲，主要嘛是咧讲1920年代到1930几年代嘛，所以内底嘛是原来有蒋渭水即个角色，只是大场廷内底我袂记得伊是原底用就是用迄个蒋还是尖，我袂记一啦。伫龙刀山内底是用尖即个姓，就改蒋渭水改做蒋渭水安尼啊，所以就讲迄个啥，日本时代应该
对台湾人来讲，应该会搁较侪无共形式的表现。我讲的无共形式的表现是讲，可比讲的只是大场顶是差不多伫咧讲台湾的美术简史，就是台湾伫咧美术的发展有啥物过去，日本时代是安怎拍下基础的。啊，当然是美术嘛。啊，龙刀山是咧讲屈雅信即个台湾头一位女医师。啊，除了美术，除了医师，敢无其他会使讲？足多啊！可比讲，公司台语台敢若有搬迄个什么座山寺吼，可比讲诶，西方西洋日本人带来即种较有制度性诶种捡囡仔，吼，还是捡宝仔，就讲散步即个行业就对啊。原来嘛有会使发展嘛，啊，毋过对咱台湾人来讲，煞敢若无搁较侪，也是我无去看到诶，迄个叫做戏出，因为你要去读起来较正式诶文献诶时阵，他们讲，我感觉挑战不哩啊大啊，所以当然对咱来讲，就是看小说较精彩啦，看小说较精彩，有作者去铺排去介绍，可能是好，因为时间的关系。即个龙刀山的第二部曲，读到第13种线，对嘛？伊即个纸本的小说有3大本，听讲超100万字吧，啊3分之600几啊，可能是差不多30万字左右啊。所以真是规个小说是1/3啦。啊，当然对戏出来讲，我记得戏出来讲，因结婚敢若是差不多一半迄搭遐吧，因为总共30集的戏出啊。配音甲屈雅信结婚是敢若差不多一半左右啊，我印象中袂记起来。好，因为时间的关系，这龙刀山的小说暂时先到这，感谢收听，关房，谢谢，拜拜，再会。